时候，那么当公布讲面了，恰才了，看给了这面的人的那么大那些，今年这个这些年给托个来帮助，看到西边镇上嘛的门头东年开始，周遭跟了不计大致养老出去养点松，周到去着年末年龙来给家住住在近。马里没事，东园牛今年就在这呢。对内大建社区打算元旦绿洲建设土有股，就这就当就你现在大陆没事将白养了对。我妈的话是那我妈的话是那我妈的话是那在年前个，看到是去大陆的木门把入山呢，嘎当电锯上路倒摆，老者宝贝那我这都是，嗯，嗯，我们先看那个免出造句，去困内那我做起面度，你这的去年闹这个名度啊，翻译受不了的啊，这个啊，我受不了这种情况，我受不了这种事情，哦，可以，我受不了这种事情，我看不厌这种事情，看不顺，后者我看不顺，对，我看不顺这种事情。翻译的时候，啊，可以。第二个，很大体塔地车有马瑞贝，恒大铁塔的差有马这呗，啊，翻译，还没做完吗？哦，这件事还没做完嘛，哦，恒大的塔的差有马这呗，哦，可以啊，这恒大的塔的差有马这呗，很好，恒大的塔的差有马这呗，有进步，还有，嗯嗯。还有赶上这个差这种写法，呃，你现在的写法好像是这样，然后画两个圈圈，然后是好像这样的样子，啊，你的写法是好像是下来多画一点。是吗？还是这样画一个圈圈吗？因为像这种的圈圈，有这样的话，它就有，哎，没有啊，你那个好像是这样圈了一个圈，然后中间下了。嗯，你就直接，你刚刚像这类的，不是直接下来，你已经有这样，对不对？那你就这样转弯，那这样转弯，你就这字就会，对啊，好，阿拉你看啱，进洞的字比较整齐啊，阿拉啱么？可能那我做起面度。看了俺们看了俺们去年闹钟的哦，翻译呢？看了俺们去年我实在闹钟。不喜欢甜食啊，嗯，实在不喜欢甜食，看来我们全的闹钟的。OK，要讲
受不了甜食这样。应该受不了甜食嘛。哦，对，那搞不们都是不喜欢就是搞不明嘛，对，嗯，克拉俺们搞不明是吧？克拉俺们肯定搞不明，嗯，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克拉俺们肯定闹出没。好，第二个，啊，六种产在差约马马个对，罗中他的差有马的呗，哦，罗中他的差有马的呗，翻译嗯，作业还没做完吗？作业还没做完嘛，对，什么这边加2个点吗？嗯，这个没有啊，哪里？因为我刚刚是那个冲，除以你在笑，老测的时候，罗中他的差有马的呗，啊，可以哦，罗中他的差有马的呗，啊。塔塔枪，对不起，塔枪塔德差约马瑞北，就是翻译米酒还没做好吗？啊，他枪是吧？枪酒酒，枪是酒嘛？淡酒吧，啊，枪酒需要时间去做啊，不是酒，自己拿那个对对，做，酿酒嘛，还没做好嘛？酿枪，一般我们西藏人的那个青稞酒对对对，都会烧枪嘛，对，枪，他的茶有嘛对不对？啊，就是淡的酒，它是用酿的，如果是烈酒是，对，啤酒的话，比拉，哦，对啊，比亚，我们一般说比拉嘛，英文翻译成比，OK，拉，汤就可以，汤是就反正是比较整体的，这淡的酒，西藏人喝的那个酒汤，比对，较淡，喝几杯都不会醉。对，他的茶有没得呗？酒还没有做完嘛，意对，思嘛？做，对，啊，还没炒，对，嗯。么虾米提劝诶，那我就给米度，就嗯，是根本不喜欢素的某某馍馍上面的看闹钟的，虾吃的那个虾，这个来都搞这边那个虾几乎没有这个虾，这个虾这个虾吃的那个虾是这个。那这里再加一个虾面嘛？没有的，是不是？如果没有后加字它的话，那就是这个面就是火嘛，对不对？啊、这个面，这个名是火，然后加一个才后加字它还是没有的意思。下面嘛，馍馍下面，馍馍下面可以啊。馍馍下面馍馍，嗯嗯，馍馍下面看呢，哪有煮没？多吃肉包，不喜欢菜包。馍馍下面看的哪有煮没？不喜欢的话，一般是馍馍下面看的搞个没，搞不没，搞不没啊。我根本这个没整天吃素包，真的受不了。你们打吧，下面馍馍是吧？看的哪有煮没都啊？
这个这里不用加塞，你的那个造句里面啊我们是上周是到哪里啊？啊，昨天从这边开始吗？哦，这个吗？哎，three two I get it。这里有3个人，嗯，反正他的回复是一个笑话的一个英文是不顺的样子嘛，啊啊，他的连接不起，那的了，听那个连接不着，除了他，嗯啊，除了他，다른 사람이 내주除了他다른 사람이 내주，有时候是除了他다른 사람이 내주，现在在다른 사람的境况嘛，说情况，或者是除了他停顿一下，다른 사람이 내주，嗯，다른 사람이 내주，다른 사람이 내주，सरबज्जा थिंदे खे खोया 두개 내주 사바자 틴데 사바자 틴데 개 고야 두개哦，咱们三拉是地名嘛，对，大家都去过，达兰萨拉是印度的，一般达兰萨拉是印度的，呃，印度的文里面，达兰萨斯就是一个旅馆，就是旅店的旅馆呐、这达兰萨就是一个它的印度的名称里面，达兰萨斯，嗯嗯。对，意思是有点旅馆，也是我们啊，嗯，Hindi 里面的，确实是我们藏人也是在那边一个也是客人嘛，旅馆是。我这个名字是不是不是因为尊者坐那边还平成等还是之前我不是很确定，反正印度里面的他们沙就是他们沙本身是一个旅店的一个印度的名称，所以。这是印度语嘛？내주是近况和情况嘛？내주刚刚造句里面有내주嘛？再记住내주就是情况。내주 가르도我내주 가르도有什么情况啊？有什么事情？내주 가르도哦，或者说有什么事내주 가르요？对啊，do 跟约的差别嘛。你是 do，你是 约，对对，你是 do 有什么事吗？你是 有什么事吗？你是 嗯，你是 有事情吗？你是 不会吧？那你就重松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就重松，你就重松。你就重松，重排才重，你就重松，有发生什么事了？你就是这个嘛？你就重松，发生什么事了嘛？你就重松，发生什么事？你就是什么嘛？那就不用这个代替嘛。你就穷马松，
或者那句什么也没发，那句开球没送，卡拉开嘛，那句开球没送，那句开球没送，对，没有发生任何事，那句开球没送，这个那句开球没送，挺上那句卡的多是吧？挺上那句卡的多，最近有什么事情？最近有什么？这边也有啊，嗯，这个吗？这个吗？穷松，上哪的松啊？松，那就可是穷松，穷松，那就可是穷松，发生，穷松是发生的事情嘛？那发生什么事了？事情不妙，那就要不明度，要不度，要不明度，那就要不明度啊，事情不妙嘛？啊，事情这个很好，那就要不度，嗯。沙巴甜点就也可以嘛。那沙巴的甜点这口语的讲的时候，沙巴的甜点就是类似这个炸就是类似嘛，类似新的是不是？沙巴甜点或者沙巴的甜点就是刚出炉的这种秀嘛。沙沙巴的甜点，沙巴甜点，沙巴甜点就可以了。那就沙巴甜点。这个炸不讲也可以啊，沙巴甜这种，呃一些新的沙巴是新的嘛，那句沙巴是新的，对不对？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事情你要就看前后来去判断，你要翻成情况或是事情，啊、如像新的事情类似那句沙巴，啊，甜的是像。一般像新的情况，如这有停电时也有这样的意思嘛？不要这样做，停电马气，是吧？停着马气，停着马气，不要这样做，是不是？停着马气，停着马气，停着马路。那口语会讲停着马路，停着马气，就后加一个字后加这个啥，所以一般口语叙述的时候，停着马路，不要这样说。停这么记，不要这样写，嗯啊，停这么的，不要这样看，就那个时候是停这翻成这样嘛，嗯，停这么撒，不要这样吃，啊，开口要读也是开，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开嘛，有什么任何可就是听嘛，有听说些什么吗？就是可就是听嘛，嗯。所以甜点是我这边翻成什么嘛？什么啊？有听说些什么吗？那句开口呀名度就是没有任何对，没有听说任何啊
茄这个字是其实什么也是有时候是呃正和嗯，木木茄木木茄这个是木木茄是那个时候茄三门都是没有吃多少，那个时候有茄三门都没有吃多少，木木茄三门都嗯嗯。听到些什么的话，就是好像在偷听人家讲这个听到些什么都可以用这个嘛。偷听吗？偷听。对对，这个是可以用这个啊。你听到些什么吗？你最开快要对。那个事情上面有八卦啊、正式的，任何都可以嘛。啊，你最开个，有时候你问的是八卦的事情，也可以问，就说你最开快要对。那也开扩松诶，开扩松诶，开扩松诶，嗯，开扩松诶。开扩松眼嘛，开年珠开扩松眼，扩这个是扩后头是退嘛，开退松眼，退不就是听的意思嘛，扩跟退，开退松眼，年珠开退松眼，退松退嘛松，扩嘛松，嗯，他呢退啥退嘛，就是他这也是一方面来讲也是八卦嘛，他也说有什么些打龙沙拉的一些消息，他得吃了，他得吃了，那只茶水找不的，茶水找不的，毛板毛板，他得吃了，那只茶水找不的，毛板，OK，他得吃是目前来讲嘛，他得吃是目前，他是现在嘛，他得吃了，就是他他的就是现在。但是讲话的过程当中会用这种两个继续的用法，他在恰了。目前现在，目前现在来讲，可以这么说。目前现在来讲，那目前现在来讲，目前来讲，直接我的这边是恰，他在恰了。恰的一般是，他在恰，就是现在的。我们他的恰是就是以现在来讲，就是用以这个恰讲就是以现在标准来讲，或者是过去来讲，就恰以现在来讲，中文里面说以现在来讲，以过去来讲，这个他的恰了怎么说？就是
也许比方说一般那个恰是我们通常的恰想呢，恰想呢，说句吧，恰想呢。那你现在是以藏文来讲嘛？那以藏文来譬喻嘛？以例如藏文来讲是有点这个恰字也有是例如的意思。例如现在来讲嘛，他爹恰了。有时候是恰霞，恰霞呢，对。嗯。他到了恰霞呢，他的恰了，就是讲话他的恰了，他到了恰霞呢，现在来讲，例如，那那句插叙找的，那句我们刚刚讲到了是事情嘛，情况嘛，那我们也这个时候是可以理解成新闻嘛，新闻三句嘛，插叙就是最热，插布本身是热嘛，那插布是热的。那这边后一个加一个血，它却是最热的，最热。那我们把它翻成最热门的，因为是在讲事情嘛。是嘎血是吧？知道吧？嘎血是最喜欢的那个香港的血啥血嘛？嘎血我最喜欢的嘎血，嘎血最喜欢的嘛？嘎血就是我刚刚我主要讲的是那个血。是后面那个加这个血的，你比方说，赌血最坏的，对，养血是最好的，对啊，这是这个最高级的那个时候加那个血。嗯，冲血最小的，切血是最大的，千步本身是大嘛，嗯，切血是最大的，千步是大嘛，那千步后面加一个血的话，最大的嘛，切血。对，本身千波是会写差等我千两千八两波千波，对不对？千波千波，但是你血字加的时候，你就会只写掐等我切切血，不是说谦血，不会说切血，本身是切是大嘛，那切血啊，切血，那就掐血找我的，盲目把是未来嘛，盲目把是未来。딜레인다.到底那的，前个读个啥的，你记得吗？在这个来造句了，前个读个，你写不题，前个读个，你写不题，前个读个，我说的，是不是？前个读个记得吗？我说的记得吗？那中文是记得我说的啊，那些吗？是因为你写不题嘛？这个你写不前个读。就是主要是前个读也是记得吗？记得吗？看来行不提，看来行不提，前个读个，前个读个，看来行不是什么好吃的嘛？好吃的饭嘛，好吃的饭。你还记得美味的食物吗？行不就是好吃，对不对？行不就是好吃？行不读，你们都会学到了吗？行不读是前个读个，嗯，키랑朋友前个读个，키랑朋友前个读个。你记得家乡吗？这个里面有两种，这边我翻成你记得家乡吗？后者是你想，你想念家乡吗？
啊，所以这个城这个地方呢，理解有两种，可能朋友整个对，是你想念家乡吗？是啊，一个是你还记得家乡吗？对不对？因为你小的时候来，所以已经长大，所以你还记得家乡吗？哦，甘伦，甘伦，甘伦，七八七八，夹棍，夹棍，忍不起，忍不起啊！甘伦，嗯，甘伦是市政嘛？一般，嗯，甘伦是有很多，他说私用的话是私用是只有一个，啊啊。甘论是有我们来着，部长嘛，部长部长有那个教育部部长、国防部长、安全部部长啊、外交部长，这是甘论。嗯，那就应该叫什么？啊，翻着甘论吗？对，就翻着甘啊，那翻啊啊，对对，有7个部长啊，那是施政吗？那是用时施政，就是这个部长里面头的里面的那个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啊是用是用是chấp事嘛，政治嘛，用是护持嘛，守护那个政权的，是用守护，应该可以说是守护，重是守护，那 C 就是政策或者是啊、反正 C 本身有 c h C，就是政治，嗯，所以你们的就是 C 用 C 啊，世界的这个吗 c h C 就是政治啊，你说性别吗？C 不，世界是哦，C 吧，哦，C 吧，C 吧，啊，最高行政最高的那个那些刚刚我们所讲的甘论，他来选。由他来选，他来任命这几个行政部长啊，不，行政部长任命就是市政任命部长，对，这些任命是由他来找的，然后虽然他来找名额，比如有7个名额嘛，6、7个名额，但是还要那个议会要同意，如果议会不同意又不行。虽然他来去找，嗯，对啊，就是这边甘伦七八，那这个甘伦七八就是这个甘伦七八啊，七八合起来就是使用，嗯，
干电气波是最高的嘛？这个干电气波的气波就是这个气波。嗯，你干电气波。嗯，干电是你们中文的发音，这是感电气波，感电，感电。因为论本身有论不这边有论吗？这个干就是我们的，通常我们干是佛言是干嘛？对不对？佛经是干啊，论不会讲干嘛，经才会讲干。后我们我们用敬语来讲，旁边干了母父母的教导啊，老师的教导，干了这个干，对不对？干那个论是论不，你宰相以前宰相嘛，国王有宰相嘛，那个是论不哦，论不。这个是论布，论布是宰相的啊。这个论布有下面加笨的那个，这都是论，这是论布，论布就是傻子笨的，就这个是聪明的嘛，聪明才会可以当宰相嘛。如果是他把他拿到这边的话，他就掉下来，他就是当不成，他是笨笨的那种人。我们论不，不啊，这两个可以同时可以学两个嘛？你要学这个，你要本来要学这个宰相，你就字要写这个的话，那就误弄大了那个。那个润波体系有好几位，对对对对，有，论不狗啊，那个吗？上面的是论不，帕拉达拉哪的论不论不，帕拉达拉是论不，哦，论不，这是论亲。论亲，论亲是这个宰相里面最大的那个是论亲。嗯，啊，再有论论论共打义，共打义比较配音是，你们台语有8个发音嘛？比较有那个发音发的比较可以，我觉得可以比较准。这是论论，这是论，嗯，有发音有差别吗？啊，对，它有八个有音调嘛，对，对，嗯，呃，接接龟嘛，我们这接就是龟的那个接，对不对？接出去，接松山龟那个接，哦，滚不，就滚就是护主，哦，有时候接龟，有时候滚接，滚接也这个也可以一样，滚接，滚接，
你要皈依，然后会护持、守护的，这不是守护吗？啊，仁波切啊，这是一个宝的意思嘛，一般是珍宝的仁波。那个人本身是一个价值的，人汤是有没有价值的时候，人汤嘛，人人人心，对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人也是有价格的。那么就我们给钱的时候，你是药费 m 嘛，药费是那个人是这个它有价格的含义嘛，所以 出林水费啊 l o 电费也是用这个人嘛，电费是 是电嘛 l o 啊。因为价钱我们想问人工卡最的这个是这个价钱是多少嘛？所以人工空看到空啊空人工是价钱，人工卡最的价钱多少？那简单说，那六零、初零、每零，对，卡那个人不卡最的，卡那个人不卡最的啊？餐费是多少钱？那人民免费，人这个嘛，加一个免人民。这是免费，这个加一个马桶免打免人民免费，免费下载嘛，人民啊，public 人民 public 下载是 public，应该是 public，连是取嘛，pub 是有下的意思，public 人民 public，pub 是有下的意思嘛，连就是取啊啊，你下载来取 public。这人民 public 就是免费下载呀、我们休息哦，啊，休息啊，我这个差什么呢？你们作业可以没有写的这边写，